大家好，今日有機會同大家探討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課題。近年我哋面對住小朋友肥胖同埋體能不足，好多時候咧家長都好擔心，到底少做運動對小朋友有啲咩影響呢？嗱，我哋發現咧，原來喺唔同嘅引致到死亡嘅原因入邊咧，運動不足係整體上世界各地唔同嘅國家咧4大引致到死亡原因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。因為呢個原因咧，其實我哋細個開始咧就非常之鼓勵小朋友做運動。喺大概10幾年前咧，其實我哋已經開展咗呢一個全香港嘅大型嘅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。每年我哋透過同而家差唔多有700幾間中小學嘅合作，鼓勵小朋友咧喺學校入邊咧多做一啲體能嘅鍛鍊，有訓練佢哋本身嗰個手握力啦，訓練佢個心肺功能啦，同埋肌肉嘅柔軟度啦。但係喺我哋嘅追蹤性研究入邊發現咧，其實原來我哋香港嘅學生咧喺過往呢段時間咧，其實佢運動不足、體能下降嘅情況咧非常之明顯。就算我哋講緊咧喺新冠疫情之前咧，我哋追蹤咗我哋有一班嘅學生咧，就差唔多有幾萬個嘅學生咧，4年嘅時間，我哋發現佢哋由小學開始咧，體能不足係非常之明顯嘅。而中間咧，特別係啲肥胖嘅小朋友咧，佢哋同體能不足咧係互相喺度影響緊。肥嘅小朋友唔想做運動，唔做運動嘅小朋友就會越嚟越肥。嗱，中間咧嗰個惡性循環嘅關係咧，令到香港嘅小朋友咧喺過往呢幾年，特別喺疫情期間咧，嗰個黐肥嘅情況咧變得非常嚴重。嗱，以往咧我哋喺香港咧有好多高質素嘅運動干預研究，其中一個早期咧我哋喺兒科雜誌 Pediatrics 刊登咗嘅文章咧，就係講緊我哋喺初中階段咧，我哋透過同我哋一啲嘅大學生嘅配合，訓練咗一班咧讀緊書嘅大學生，跟住去到初中嗰度咧，帶住啲小朋友咧一齊做運動，譬如我一齊玩閃避球啊，一齊可能打羽毛球啊。嗱，有啲團隊性嘅運動咧，我哋發現原來係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咧，可以大幅提升咗我哋學生嘅體適能。除咗體適能之外咧，我哋見到原來透過呢啲科學性嘅隨機抽樣 RCT 嘅研究咧，我哋睇到非常之強嘅證據啊！原來除咗有機會可以提升到小朋友嗰個平衡力啊、手握力啊，會令到佢黐肥嘅風險減低之外咧，最有效嘅幫助咧就係提升精神健康。我哋見到咧，原來細個開始喺初中嘅階段，有大哥哥、大姐姐帶住我哋嘅小朋友一齊做啲團隊嘅運動嘅訓練咧，最後令到小朋友個精神健康，特別佢嘅抗疫嘅能力咧，可以大幅提升。同時間，就算佢有過度活躍症啊、專注力不足啊，甚至有自殺嘅風險咧，都係會大幅下降嘅。嗱，我哋睇到咧，原來運動同埋肥胖互相之間嗰個關係咧，喺疫情期間咧係急速惡化嘅。幾年嘅新冠疫情，特別學校停課啦，令到小朋友嘅生活習慣咧完全改變。佢哋而家嘅小朋友咧喺復課之後咧，復常嘅時候，似乎都非常之少街外嘅運動，甚至係街外嘅社交活動咧，都少咗好多。嗱，喺我哋自己嘅體能訓練入邊嘅追蹤性研究入邊睇到咧，香港嘅小學生同埋我哋嘅中學生咧，其實過往呢幾年咧，無論佢核心嘅肌肉嘅能力，或者佢身體嘅柔軟度咧，同埋個心肺功能咧，都係大幅下降，差唔多係喺我哋附近地區同埋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差嘅地方。我哋見到呢段時間咧，我哋肥胖嘅百分比咧，幾乎係上升到去30%。嗱，從世界衛生組織我哋嘅建議咧，其實小學同埋中學嘅學生咧，每日應該要起碼做60分鐘1個鐘頭以上嘅中等到劇烈強度運動，有良好嘅運動習慣，特別係喺每日都可以陪住家長一齊去做啲比較有趣啊、生動嘅活動同埋戶外嘅運動嘅話咧，其實可以非常之有效咧，改善到小朋友個體質、學習嘅能力，減低佢有多動症嘅風險，亦都會改善到佢嘅睡眠質素。不過我哋睇香港咧，就全香港嘅大型研究入邊發現咧，我哋俾小朋友佩戴咗一個電子嘅手帶，度翻佢哋每日個運動量啦，同埋瞓覺嘅時間啦。我哋發現咧，原來喺近年香港有90%以上嘅小朋友都係運動量不足嘅，可以達標去到每日即係做到60分鐘中等到劇烈強度嘅運動嘅小朋友咧，大概係得8%到嘅啫。即係話咧，我哋嚟緊呢段時間咧，都仍然要努力
去提升我哋小朋友做運動嘅習慣，家長要積極參與，令到小朋友咧每日都習慣咗要多做戶外嘅活動，放假嘅時候多啲陪佢去行山曬太陽，可以提升小朋友嘅體能活動咧，正正係提升小朋友健康同埋腦部發展最大嘅關鍵。每日起碼可以做到15分鐘以上嘅中等劇烈強度運動咧，除咗可以改善小朋友嘅體質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改善小朋友嘅睡眠質素同埋精神健康㗎。